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星仔啊，歡迎大家收睇我 channel。咁今日星仔咧嚟到珠海唐家灣睇一個79方可以做到3房2衛嘅戶型。點解今日睇呢個戶型呢？因為喺唐家半島上邊呢個戶型目前係最實用嘅，而且150個可以攞低，首期只需23個。樓下咧有77萬方嘅金岩灣公園，同埋12萬方嘅商業街。翻到港珠澳大橋咧，只需40分鐘可以到啦。咁從自己樓下行到情侶路嘅海邊，只需5分鐘。喺屋企同樣可以睇到山景、海景。到底呢個戶型係點嘅？今日跟住我鏡頭一齊睇下啦。都諗唔到啊！79平方可以進到100% 嘅使用率，而且咧睇下成個露台啦，2.2米嘅開間，長咧3.5米嘅。咁呢個空間，單呢個空間都去到7個方噶啦。咁入嚟之後咧，餐係一體嘅空間嚟嘅，可以睇下我哋門口嘅位置啦。呢度之後係整個下櫃喺呢度嘅。咁可以睇下個廚房啦，79方嘅廚房其實咧唔算大嘅，一個人喺入邊其實空間就已經足夠噶啦。咁呢度可以放個雪櫃嘅位置，咁係動靜分區嘅。咁另外呢邊咧就係房間嘅位置啦。咁可以父母房啦、兒童房啦，呢個空間其實都係夠用嘅。咁呢度咧仲有個公用嘅洗手間。咁成套房啊，150個可以攞低，首期咧係23個。呢度離情侶路5分鐘，非常近嘅，睇海。如果呢度嘅高層咧係可以望到海景嘅。咁其實咧79方3房2衛，依家嘅空間睇下啦，比之前係實用咗非常之多噶啦。咁如果你中意呢個戶型嘅話，可以留言我發資料俾你。